S227B 是 APIC 自研的繁体中文模型，是繁中领域首款27B 模型，专为企业级应用打造。对比其他相似大小的模型，繁中评测分数最高。透过医疗知识比较，带你来看 S227B 的繁体中文回应能力。比较的是同样大小的开源模型 Gemma27B， 询问普拿疼的药品与症状问题。可以看到同一个问题 ，S227B 给出比较详细且专属台湾人了解的知识。只拥有 S227B 无法发挥最大价值，可透过 APIC 产品 PriceStation 做出公文与报告生成、文件审查、公文检索等应用。想了解更多细节，欢迎联系 APIC 的业务或代理商窗口。APMIC On-premise. Stay private.